今日去咗紅山6979嘅殉酒堂食東北菜，呢間嘢唔係好掂，因為坐咗喺一個燈牌嘅隔離，所以影出嚟嘅嘢唔清楚。幾樣餸之中，呢碟雞架叫最正常。東北山醃蝦唔凍，係室溫，食完自己都驚驚地。呢一個黏糊麻辣燙最衰，成碗廚餘咁，冇麻醬味道不特止，仲食到有陣酸縮味。椰菜邊邊係黑色，成碗嘢只係食咗2啖。食完飯，我哋搭6號線去光榮站參觀新開嘅深圳科技館。我哋係5月第2個禮拜去，避開咗5一黃金週，所以今日個場比較少人。建議至少預留4個鐘去參觀。成人票價50，學生長者32。睇落好似好多嘢玩，其實又唔係，因為好多嘢喺5一黃金週俾人玩爛咗。我哋由5樓開始睇起。呢一層主要介紹宇宙、太空探索，參觀咗華夏天宮。它这种空间站在是这样子的，必须是飘下来的，相对稳定的姿态，但是因为太空了。受引力的作用下，很多因素会破坏空间站姿态的稳定，连空间站内考虑干嘛你？居家在小地上，空间站的。哎呦！見到祝融號，聽到火星嘅聲音，唔怕暈嘅話可以試下坐呢一張旋轉座椅。呢一件係隱形斗篷。還沒走，要有提示。安全了，可以走了。女生都放出來了，繼續出發。電池大舞台係最嘈嘅展品。呢幾個係最有用嘅展品，教你處理近室、心外壓用 AED， 有機械人睇，不過好渣，冇新聞見到嗰啲咁勁。小白，用手。走过来，小白走过来，小白走过来，走过来，往前走，小白往前走，往前走，趴下，趴下，小白趴下，趴下來，趴下。佢自己識握手。成個場我自己覺得最特別就係呢一個放喺角落嘅儀器，你放隻手喺塊板度就可以感受到熒幕中見到嘅各種感覺。晚餐去咗皇庭廣場順德路，叫咗個鮑魚雙人餐，有野米燴鮑魚、風生水起撈雞、魚湯雜菜浸黑腐竹，尾點雙拼有水牛奶蛋撻輪較高，2碗紅豆雙皮奶。因為今早食得太差，所以我哋額外叫多咗少少嘢。整體嚟講，呢間店味道都唔差，乾淨，款式選擇多，可以再嚟一次。